3，其实3000那个写成书面。对光哦 ，C 就是一个类似于语气词，就什么都可以，什么都有，就 C 就是比较形容那个做事有点那个不太好的一个后缀吧。我从今天开始要开始练习宁波话了，毕竟我们是有2万人学校的。我都看到那个。那好，那我开讲什么呢？哦，你知道宁波话哦？这个宁波话很经典，有个表就是我虽然得家里听说过吗？就是形容你衣服很少，家里没多少衣服，所以就只有一件可以穿，就和黄鼠狼只有一张皮，这就我虽然得家比。还有一个，哎，你是奉化是吧？对。那个奉化比较有名，有一个王坡地猪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没关系。可以剪掉。你说什么？哦，那个也有名的，那个是蒋介石。对，那个东西其实跟北方的天地差不多。啊，然后那个王坡地猪有听说过吗？就形容，就跟摩肩接踵那个成语差不多，就是一只地鼠，嘴巴咬着前面地鼠尾巴，就王坡地猪，就形容人很密集。或者是车子首尾接着就是密集，然后奉化还有一个早好娘，听说过吗？然后那个现在讲动词吧，早好娘就形容那个，就是比较舒适的一个，就人非常的惬意。对，但是它形容一个人就是，然后就是说宁波话那雕呢，雕是怎么写的？雕是他词，雕所谓他词。是吧？换支笔吧。哦。他词就比如说那个被狼叼走，就把狼他词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形容人穿邋遢。然后衣服很大，人很瘦，但衣服显得有点大，就吹假他都感。这听说过吗？因为我经常那么穿，经常。这样吗？还有那个形容惬意，还有那个除了虾夷那个我不知道，其实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惬意吧，就是虾夷，但是他那无语正字那个标准写法是写意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然后那个还有一个是裸为，标准下应该是这个吧，落会，我不太确定。然后我觉得会应该是那种恩惠的惠。不知道。然后那个就否定词好像有一些不同的那个用法。就那个不的那个方言怎么讲？我语文课没打出来。废，还你说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就后来有人帮我答了，我也没听。是不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不这个字。不是废啊，是那个宁波话有一个是这个吗？这个是废还是？莫还是废？反正不是莫，我答了莫。还有一个叫木好，我不太确定有没有这个字，有这个字吗？法好。法好。是应该是什么好，然后有个不字，我也不太确定是。有这个。左边那是摸吧？有可能，我也不太确定，废还是摸，反正差不多。那个就有人问你东西好吃就，你可以说非常。非字。还有些是读非常非字，反正有一些口音上差异。然后，还有那个关于吃饭有一个怎么说俗语吧，就是说最后一个吃完就被坐等着，有听说过吗？被坐等着。然后，宁波话好像没有表示1米，就1米就是说1公尺，没有说1米，都是1公尺。然后有人叫了你下去，2米。然后脏除了 C 词，
还有那个，哦，还有踢踏，知道吗？然后还有那个，对，你信我上节课是讲过，然后还有那个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叫什么 ？Hoblete。哦，对 ，Hoblete。哦，那个。我要去修宁波话了。哦，还有一个就是认识宁波话领带。然后那个，哎，就是有个误区啊，就是拢得考了。哦。就是其实是虎子是他生的时候，就是。对，然后那个。对。然后熟了以后就拢得考。对，那拢得考一般都小小的。对。它都是水分，就晒干以后就变很小了。对。这样子。啊。那是什么？啊，还有宁波人。那种白白的一条很软的那种豆皮豆腐。对。哦，宁波人比较喜欢吃那个咸菜，那个叫海鸡。对，这是一段名味。我要现场灌木。海鸡是这么写的。哦。然后那个众所谓全年，还有关吃的，这个吃是这个词，但是好像在古代吴语里面，好像吃是用这个词来表示，全年，然后有那个众属就全年，然后被没收，就财产被冲没全没，然后那个比较帅就全干，就是穿的比较帅啊，长得比较帅什么，然后那个。还有手被打篮球时候被那个关节被扭一下就去了摩踢。Oh, you had a meeting, I forgot. I was like, why are you... Did you climb to my window? Yeah. Oh, okay. Sorry, I completely forgot about that. 哦，还有那个，但是吃呢，其实它在吴语里发是“咯”的音，就是咯现在就吃舌头其实写成，就是说话结巴，咯现在。我一直以为是口字旁一个“个”。哦，那个啊，那一般来说写这样，但是就是比较专业的话，就是这个。然后还有那个关于吃啊，还有几个就“贼”，但“贼”比较贬义，就是“贼贼”这种什么吃掉。但是那个我看书上写的也是比较贬义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家里用的挺多的，就是菜吃不完，够丢，对，够丢。然后那个，冬天挂那个围巾啊，就是雨巾那个。然后那个表示 only 意思，宁波话有这么几个，就是一个是瓦接，就是指仅仅，但是也有财的意思，就是我们瓦接，能做点做好了，就做好了。我瓦接做了一堆，就我才做一半，然后那个中间，这个就是也是仅仅的意思，但是它那个更倾向于就是表示没什么大不了，就是说你有看过那个对中间子干，然后实践，就是这就只是怎么说呢，就是实践，对，差不多也是表示少。然后还有那个瓦件，这好像不一样，真的。瓦件是财，这是什么？横竖都这个。瓦件。横竖就这样，有一种那种破罐子破摔的感觉。瓦件是刚。那我也搞不清楚，我要下节课去查证一下。这两个应该是有区别的。一个是还，一个是。但他们俩发音是一样的。不太清楚，可能这个发不是我接。应该是我接。瓦接。应该是我接。我知道了，这个是我接，这个是瓦接。对，一个是我接，一个是我接。那我也不知道区别是什么，我感觉平时说话时候会用。那好像没了，还有什么疑问或者可以分享一下什么东西？其实宁波话讲的不是很好。没关系，就是有什么类似宁波文化什么东西，有什么想问或者想分享的？
较的凶。哦，对。对，比较凶。那个有苏州人跟我说，那个他们听不懂宁波话，但宁波人能听懂苏州话，就他们就相对来说跟宁波话比起来更接近于普通话，所以就感觉会普通话就是就听懂他们的话比较容易一点。而且他们就感觉那个音比较放比较缓，就比较容易辨人。就感觉越到海边越凶口音。这样的吗？对，反正就是成华、成兆那边的特别凶讲话。哎，我要不来讲一下语系吧，就是宁波话，就吴语。这我第一节没有讲过的，就吴语它我要不画一个江浙沪的地图，然后这是上海，然后这旁边是江苏，这有太湖。上海人跟我们讲话挺像。对，上海是比较像，然后就粗略的画一下，这宁波，其实这里一大块都是那个，虽然有的比例失调，这一大块都是属于那个叫什么？应该是太湖语系，因为这以太湖为中心，周围都是太湖语系，这包括上海话、苏州话、无锡话，南京话不好，南京话是属于那个就跟 Mandarin 是同一类的。对，好像跟太平天国运动有点关系，就人口减少，然后嘉兴话、杭州话、绍兴话、宁波话，然后慈溪话跟宁波话是独立出来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而且他说好像可能是跟当时那个戚继光抗倭的时候，从福建那个征调一些人过来，然后住在这里，然后后来就融入一些闽南口音，然后慈溪话就跟宁波话有点区别了。然后慈溪话它那个然后宁波话又是属于那北浙语系，就是那个就浙江省内的那一块，还有湖州话这里那个，然后宁波话又属于永江语系，这是继续分下去，然后又分出舟山话和宁波话，但其实我觉得舟山话跟宁波话差别其实不是很大，但是我觉得市区的口音跟临海、象山、奉化口音都差距挺大的。有区别。我觉得奉化口音就重音不是重音是比较凶。我觉得不凶，我觉得就音调有点强，没有吧？我觉得就乱讲三句，乱讲三句。乱讲三句。去外地吃呗。是的，对。然后越往那边海边就越凶。到就是在海边的时候听他们讲话，真的瑟瑟发抖。是这样。之后还可以往南分。往南分好像这我不太清楚，好像有个上山语系还是什么语系，反正台州话还有那个温州话，还有一部分就那个安徽的宣州，还有那个江西上饶都是属于吴语区的，但他们跟我们差别很大。我是王之月，他是上饶人，对，然后我听他说那个上饶话就感觉挺像普通话的，就是有吗？有一点点就是。我也是江西的。就是和宁波话相比，就很接近普通话。我觉得没有很接近吧。这样吗？可能是他不会讲。哎，你那个青菜是怎么说？你们是不是青菜可以代指所有菜？我不知道青菜怎么说，但是我只会一点点。这差蛮多的，西口人讲话也不一样。这样啊？那蒋介石是西口人。西口人。可能也不一样。我感觉我们家现在都不知道说是什么口音，我既夹杂舟山口音，又夹杂宁波口音，又夹杂奉化口音，很奇怪。那个舟山人讲话有点奇怪，就是也不是讲话很奇怪，他就经常说“你走”这东西就没用。你走。我觉得可能是个人性格问题吧。这样吗？就口头禅吧，我觉得是。对，还有那个舟山人就说那个出租车去拉客丢弃，就像钓鱼一样，就丢弃。作案倾向。那就差不多了。好。